係中原地產嘅拖拉豬，今次帶大家嚟到晉海嘅2B 座，會睇一間啱啱放低鎖匙新放盤嘅優質兩房400單位嘅售價，亦都係相當之吸引嘅。我哋即刻去片睇睇單位嘅實際情況。Go go go！ 一入大門口嘅位置係設置咗玄關位，右手邊係可以做到頂貼牆嘅鞋櫃，開放式嘅廚房呢亦都係相當多嘅收納空間，配置咗雙門冰箱、電磁爐、洗衣機。跟住我哋就去睇一睇呢個係客廳，兩邊都可以擺梳化同埋電視嘅。露台出邊嘅景觀非常靚，呢一度呢係日出公園，跟住仲可以望向釣魚翁山嘅山景，仲望到嘅。我哋睇多一次開放式嘅廚房，大門嘅位置、飯廳嘅位置。呢一邊係客廳，呢一間就係細房嚟嘅，景觀同客廳一致，都係全山景翠綠嘅園景。呢一間呢係主人浴室，採用咗乾濕分離，仲配置咗浴室寶嘅設計。跟住我哋就去睇一睇間主人房，主人房都相當闊落，配置咗一個工作平台。出邊嘅景觀呢，相當開揚，可以好快拖拉豬就帶大家睇完呢一個咁靚、咁優質、價錢咁優惠嘅筍盤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即刻打電話俾我睇樓或者查詢。